你是否曾因過去的傷痛或失敗而感到猶豫不前、停滯不動？當我們帶着這樣的痛苦時，若有人用包容和溫暖的話語來安慰我們，那將會帶來極大的勇氣和安慰。在約翰福音第21章中，復活的耶穌與彼得共進早餐後，與他進行了一段安靜的對話。耶穌3次問他：你愛我嗎？這不是簡單的情感確認，而是充滿意義的提問。因為在耶穌被釘十字架之前，彼得3次否認了他。這段經歷成為彼得內心的羞恥與愧疚的根源。但耶穌並沒有責備他，而是用這3次愛的提問來一步步醫治彼得內心的創傷和負罪感。這就如同為傷口塗上藥膏，再小心地包紮。第一次的問題讓彼得的羞愧顯露出來，第二次的問題加深了他的悔改，第三次的問題使他得到了完全的恢復。這就像父母扶起跌倒的孩子，鼓勵他們再次站起來繼續前行。每次耶穌問你愛我嗎，彼得都回答主啊，你知道我愛你。雖然彼得是真心地愛耶穌，但他的愛仍被人的軟弱和恐懼所限制。耶穌正是要引導他超越這些限制，進入更深、更成熟的愛。耶穌的愛正如他在十字架上所展現的那樣，是無條件的、犧牲的愛。他接納彼得有限的愛，並要使他成長為亞加倍的愛、完全的愛。這就如同孩子說我愛你，而父母則是願意為孩子捨去一切的愛。耶穌仿佛在對彼得說，你的愛雖然有限，但我接受你，我會帶領你進入更深的愛中。我們也是如此，有時我們的愛是軟弱的、自私的、被恐懼捆綁的，但耶穌接納我們的不完全，並願意帶領我們成長。耶穌對彼得的3次提問，也向我們顯明上帝的恩典能遮蓋我們的失敗，給予我們重新開始的機會。親愛的朋友，你是否因為過去的錯誤而無法原諒自己？今天耶穌也在問你，你愛我嗎？這不是控訴，而是邀請你接受寬恕，踏上新的開始。我們都會經歷失敗和傷痛，但耶穌從未放棄我們。他說，你仍然可以愛我，仍然可以跟隨我，你可以重新開始。復活不只是耶穌的勝利，更是他用愛改變我們生命的開始。